今日天气佫开始咧寒，合欢山透早是佫在落雪。气象署表示，后礼拜过年前会佫有另外一阵强冷气团到归，拍算是29暝到初一上界冷，恐惊会落到10度以下，一寡较广阔地区甚至是干那6度至8度。 直到透早5点外，合欢山又佫开始落雪，山头敢若也白色的糖霜共款，景色真迷人，吸引袂少游客去翕雪。尤其是袂少游客会去的上雪楼，也变做白色的世界。来看西民众真欢喜，是一直翕相。合欢山从今天清晨5点多开始下雪到现在，目前的温度是0度，呼吁上山的民众应注意行车安全及做好保暖措施。除了出动这个乌雪车，对14架线昆阳甲大武岭部分的路面。 也是结冰，也是有一寡雪现象。经过车辆必须要装这铁链啊，才法度过。屋顶到双雪楼积雪厚度大约10公分，铲雪车已经作业完毕。警方在此呼吁驾驶人要小心慢行，不要逗留水晶宫路段。 中央气象署讲，对拜一天气开始算较大，拜三开始温度回升，然过回升幅度无大。有估到拜六又有另外一波东北季风的增强，影响台湾。到时阵影响的时间可能会到过年也是正月初一。如果比大冷气团甚至强烈大冷是更冷的话，可能中部以北地区或是宜花地区，可能也不排除都会有在10度或者13度左右的一个低温。不排除有可能会到寒流，西半部一直到东北部的这个空旷地区其实它夜晚的低温就会有掉到10度以下甚至会出现这种6到8度的这个低温的可能性。气象专家讲，对下礼拜六到初一，由北往南拢是降温。另外，因最近天气较冷，统计全台非创伤到医进前心跳停止，18一天就52人。消防署提醒，老大人也是心血管疾病患者，若是起床的时阵动作爱较慢的，嘛要穿好烧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